11月是柑橘类水果盛产期，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了帮助农民来行销，除了邀请台南台江猎鹰篮球队的队员，甲农民做伙来拍片行销，另外嘛甲农粮署以及专联大润发来合作，预计24号开始，要伫个全台1100间的全联超市，甲大润发来上架，互全台的民众拢会用个就近买到台南新鲜的碰柑加柳丁。有时候果品外销还要加运费哈，加碳足迹。但如果我们台湾的很多优质的不管是台北市的、新北市的，或是很多优质的消费者，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好吃的青皮碰柑，不要看那青皮碰柑以为还没熟，这已经都是很甜的哈，甜酸比都已经很熟了。那我们的鸡蛋有丁鸡蛋丁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品，也是非常好的水果，更是非常美味可口的这个水果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采购。那最重要的是在全联、在大润发的通路买2送10买2袋送10块那尤其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通路。那在全联，在这个我们大润发买我们台南农产品，不仅品质有保障，而且价格有优惠，最重要是买到真品真价伫下午的行销记者会，包括农粮署南区分署以及全联台南高雄处的副处长，甲大润发嘉里店的总经理拢亲自出席。现场还有侪位的民意代表，甚至连网红过期空姐、男人帮。嘛拢到场，甲市长做伙来拍片行销。活动期间对11月24到12月7号，民众只要到全联或者是大润发购买台南的碰柑甲柳丁，任何2袋还阁用个做伫10块的优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